114年全国运动会10月18到23，要伫个婚林来起鼓。婚林馆今仔日开记者会，馆长张丽仙讲，乡亲的心情就亲像咧办喜事。3、2、1，114年全国运动会在云林，我们准备好了。114年的全国运动会伫个10月18至23，要伫个婚林来举行。馆长张丽仙嘛伫咧记者会顶头宣布一项好消息。我们用600天的时间能够在我们距离高铁只有4分钟，新建一个县立田径场，那也符合国际级水准的田径场那这个田径场呢，大概是可以容纳超过15000人要用上盖赞的场地设备，要让每一个来参加的选手拢学乐。这一摆的比赛嘛，特别邀请到奥运的金牌国手林玉婷来担任代言人。这除了是林玉婷伫咧巴黎奥运以后头一场的比赛，已经到要挑战全运会6连霸的纪录。不瞒大家说就是虽然说我成绩就是这么好，但其实我这几天还是睡不好。对，我们上了台，我们就要相信自己。我们平常训练，我们做了很扎实的训练，我们要相信自己的东西是可以在台上发挥出来。这一摆全国运动会是婚林馆经过20冬了后，搁一摆来举行全国性大型的比赛，乡亲嘛以办喜事的心情来准备。来佚佗的民众嘛会使透过专门的 APP 来了解更加多婚林在地的美食，也有好佚佗的所在，让大家看到无同款的婚林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